日中人家俺在现在在那南京种个这菜种出来的，你这菜种出的种啥去的？你那样去做得到？人这个菜进前不去，你这里人呢南京人那个说上双个顶子塞克来有呗，的你在南京人人这个菜开前不节有的是。你的菜看得到个菜档，3000买个菜了，门这话就有的人呢，3000的那个菜呢，菜干不当，菜嘛不能看你有吧当，你没给在那里，做了在那里，你做菜嘛，如果来碰到有一个人这个之前帮我需要子，这种问题，你去做我做，2000没你打拢3000买了，菜干那有一些。